在地人在地前来讲埔里镇农会有开办绿色照顾服务课程，结合在地农业资源甲绿色相关的元素的创意的手工艺，伫老师的带队之下呢，促进这老大人身心手脑的健康，较袂讲遐快失智甲失灵。经过42礼拜学习了后，今日有办这个成果展，互外界看到这老大人学习的成果。 埔里镇农会绿色照顾站举办成果展，参加的老农表演健康操，大家活动筋骨，促进身体健康。绿色照顾站，它帮助一些老农退休走出来，跟大家陪伴。除了动态表演，主办单位安排真侪农管的打，还有手工艺展览。目前全关埔里草屯镇农会有绿色照顾站。 看到校园的成长，关农会总干事嘛鼓励其他兄弟做回来假日。好啊，就动动脑啊，动动手啊，系啊。对咱食安较有帮助的，咱家己自栽种的物件，出食村的，咱会当来这小铺家来做贩售啊。 透过课程帮助时代身心手脑健康减慢失智失灵。埔里镇农会嘛讲，每年除了会增加名额，嘛安排搁较侪课程提供予搁较侪时代来参加。